如果是没有达到这样的情况下，像刚是在从嘴里念的时候呢，也是他的功德是不是全部圆满的？那当然也没有办法说是完全圆满的，只是会有功德。那如果是只是刚是念一念有没有功德，这样去讲的话，那当然也是会有功德的。以这些在过去在这个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里面所记载的，以及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些所有的故事来看的话，也是。那有些宠物呢，就是在屋檐下面的一些鸟类，听到在屋子里面的这个修行人一直念经的听到这个声音的有获得解脱的，后来获得人生的时候呢，他都会想起他的潜意识的以这种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一个鸟类来说的话，它是一个畜生，那它也没有人的智慧，它自己也没有可以念经的能力，也当然就是更没有能够可以闻思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嘛，对不对？但是呢，它就是有一直住在一个屋檐下面的时候呢，经常听到里面的住的人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念经，他听到这种念经的声音，然后呢，他的下意识的就是变成了人，而且是他会问到说，他有一个老师，他有一个师傅他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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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而且曾经在他很多的时候就是念那个念的经，他就是听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天亮了，然后他就是飞出去找他自己的食物嘛。一天鸟类都是这样，晚上睡觉，一天亮就飞出去，那么一整天都是忙的都是找食物吃嘛。然后也是第二天早上又听到一半的时候飞出去的，然后后来他第二世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是成为了人，而且他就都想起他的师傅，然后同时也是他会念过去听过的所有的经。那这些呢，就是一定是诸佛菩萨的功德的加持，因为佛陀呢就是度化一切众生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心愿他的愿力，他的功德，然后任何一个众生听到佛经的一个念佛经的这个声音，就有这么大的功德的时候呢，我们就作为一个皈依的弟子那么就是非常认真的而且虔诚的念诵任何一个经文，念诵任何一个经，或者是任何一个诸佛菩萨的咒语，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功德。但是功德有很多的怎么说呢方面，就是有特别大的殊胜的这些加持力或者是功德，全部都完完全全要得掉了，那就要按照在仪轨里面所讲的，而且是在今天宝珠仁波切教导我们说修持金刚萨埵的这个观修方面，那么按照怎么说呢以宝珠仁波切的教言一样，我们能够可以在如理如法的完完全全就是能够可以标准的修持的话，那就功德是什么呢？就是要即身成佛的功德。修持大圆满无加心是为了什么？那就是要他的功德真正的得到完整的功德的话，那就即身成佛。那如果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完整的功德的情况下，也是我们至少会有怎么说呢？那个在一次我们在面对死亡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中阴的当中呢，不会受到那么多的恐惧，也不会下地狱，也不会变成恶鬼跟畜生。那么至少最起码我们有一个获得人生的机会跟因缘，那下一世能够可以同样的可以接触到佛法，那修的会更好所以呢这些方面来说的，我们就又不能说也不能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按照仪轨当中所讲到的，我们相当就是修持的整个的怎么说呢，记到过的这些整个的完整的过程都是没有办法按照如理如法的情况下，那是不是有功德是不是没有功德？不用这样去想，功德是当然有，但是功德有大有小。所以我们每次在念诵这些的过程当中，又想起金刚萨埵的辐射，也想起金刚萨埵的身世
然后金刚萨埵的坐止动作各个方面都要想起的同时呢，就是我们在从这里面就是仪轨里面所讲的一样，一切我们就是要有说要清净生苦役三三昧指一切根本的这些业力，这些全部都要能够可以消除清净的话，这心里也是必须得要这样去想。今天是唯一的一个机会这样去想，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也并不是说今天才是我修行的最后一天，我明天就不要修，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知道，随时都会有无常，生命的无常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在这个很大的一个轮回之中呢，我们也是一个，我们自己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生命。那么生命呢，谁是谁的都会断的，会怎么说呢？遇到无常啊，所以会产生无常。所以呢，有可能呢，就是我这一次能够可以在金刚萨埵佛的前面，我就可以在生苦役三昧清净的坐下来，能够呢，就是所有一切我自己过去所造的一切业力，都是能够可以清净忏悔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殊胜圆满的一个机会跟因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把所有的业力全部都是前面我们就上个礼拜六或者是上个礼拜六都有讲。所以我的所有的罪业不长不满，都要今天忏悔，以这样去观想，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